难将士满腔赤诚，怎奈情无他一路离他营，正中了一色春草全见尽，无他闻香识丽人，乐女传佳音。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英姿飒爽的穆桂英来到流派坐镇的现场。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新乡银秀伴乐音中国越剧戏迷网流派坐镇复派专场的现场。看了刚才精彩的开场表演，想必大家已经知道，我身边的这位穆桂英就是越剧复派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上海白玉兰戏剧艺术表演奖主角奖得主，来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陈飞老师。陈飞老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吧。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越剧复派的关心和支持，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宝刀不老的穆桂英啊，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江山社稷，最后啊毅然决定挂帅出征。
同样，今天在中国越剧戏迷网举办的流派坐镇副派专场上，我们年近半百的陈飞老师，为了弘扬中国越剧艺术，也将接过统领副派传人的帅旗，毅然出征。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中国越剧诞生地嵊州的领导，嵊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潘启富上台为陈飞老师授帅旗。有请潘部长。掌声送给陈飞老师。好，感谢潘部长，感谢潘部长，请到台下观看演出。陈飞老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傅派是傅全香老师创立的一个越剧旦角流派。那么傅全香老师啊，是我们嵊州甘陵人。那么您作为傅全香老师的嫡传弟子，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傅派它有怎样的艺术特色呢？我老师的嗓音条件特别的好，素有金嗓子之称，也称为是我们越剧的花腔女高音。她的演唱特点呢是唱腔圆润婉转，低档起伏，曲调丰富，表演是真挚感人，情感细腻，大开大合。他塑造了众多的传统经典剧目，比如说《梁祝》《秦探》《劈山救母》《孔雀东南飞》《李娃传》《杜十娘》等等等等，数不过来。是的，是的。刚才呢，陈飞老师啊就已经说到了啊。其实我下面这个问题，就是傅全香老师呢是从9岁就开始学艺了，90多岁的时候是获得了上海白玉兰戏剧奖终身成就奖，可以说是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越剧事业。哎，陈飞老师，好像您也在那个时候获得了白玉兰奖。对，说起白玉兰奖，我作为学生感到非常的荣幸，因为在这一届，我跟我的老师同时获得了白玉兰奖。我想这个是戏曲史上的话，应该是绝无仅有的，所以我特别的感到荣幸。我也在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我们傅派艺术的支持和关心，没有你们，也就没有我们在舞台上的成长。谢谢大家。咱们刚才说了，其实陈飞老师已经有答案给我们了，就是傅派呢，它有很多的经典的剧目，同时呢，也塑造了很多耳熟能详的舞台艺术形象。那么您认为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剧目有哪一些呢？我的老师把一生都献给了整个舞台。舞台是一个小天地，但是我老师的心中是一个大舞台，所以呢有许多的经典剧目。但我觉得就是最能代表我们傅派的那个经典剧目是《秦探》《梁祝》《孔雀东南飞》《李娃传》《杜十娘》，还有很多。说起刚才陈飞老师说起一出剧目啊，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叫《秦探》。《秦探》呢，其实这出剧中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表演就是水袖表演了。这个水袖哇，可了不得！当年我们的陈飞老师啊，就是一段秦探行路，首开了越剧舞台上超长水袖表演的先河。2017年的时候呢，陈飞老师也是凭借着《秦探》，脚归营一角，获得了白玉兰戏剧艺术表演奖的主角奖。那接下来我很好奇，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非常好奇，您在舞台上表演过的水袖，它到底能甩多长呢？
行路里面的长水袖表演呢，从那个最初我是7尺，7尺，然后现在是9尺，那也就是说是3米。9尺3米，我的天哪！对，这个是长度。那么当时参加比赛的时候，我老师他是一个非常开明的老师，他觉得你演员在舞台上只要是对这个人物有帮助，塑造人物有帮助的话，他就都会让你们运用进去。运用进去。哎，对。所以说因为老师当时演的时候是3尺的长水袖，所以我后来把它加到了7尺、9尺。7尺、9尺。老师非常的支持我。所以说，陈飞老师的秦探行路啊，被称为了天下第一路。天下第一路其实是专家和观众朋友对我的褒奖，因为当时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在行路一则当中呢是运用了长水袖，还有一系列的舞台上的一些武功技巧，比如说是高抬蛮子，对，倒仓虎，旋子水袖等等这些武功技巧，所以呢，把我称为是长水袖的表演，称为是天下第一路，还被收录在那个上海大世界吉尼斯。对。那我相信，现场的朋友们，你们想不想看超长的水袖表演呢？再大声一点好不好？陈飞老师，台下多么热烈啊！好，那接下来要为大家表演的是来自我们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我的学生周艳萍和孙晴飞，为大家表演《秦探行路》片段。掌声有请2位。
刚才参加表演的其中一位周艳萍呢，是国家一级演员，也是去年向程飞老师正式拜师的3位弟子之一。那么接下来，大家将欣赏的是由傅全香老师的入室弟子、国家一级演员，来自杭州越剧院的梅秀文老师为大家表演的《情探杨告》选段，掌声有请。他只要猜就忘了本，他经过定期再去一出心儿神。
一时差有归隐把。的文明与我作证，与我作证。从穆桂英到脚桂英，一个是英姿飒爽，一个是阴阳两隔。那么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位呢，也是英字辈的人物，叫祝英台。有请陈飞老师的弟子，来自上虞小百花越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李艳演唱《我家有个小九妹》，有请。我家有个小九妹，聪明
红海才开难开，可记得才把你相逢长亭幕，可是一片分离途残，可记得彼此鸳鸯成双对，可记得女郎织女把恰恰为，可记得呀，今后风上上泪早已可记得观音堂前马场内，何时放玉京城风能成庄，相东人难姻缘缘，留下一恩莫还财，我是悲，我是梦，祝他们要了相同。我知道玉京城风能成庄，说想我到美满姻缘两兄呐，我与你两兄难成对，弟弟是娶了马香妹，我与你两兄难成婚，弟弟娶了马香妻，我与你两兄难成约，弟弟一出马香娶两兄人，弟弟我们为马香妻唱。情难刚才大家看到的这对祝英台呢，分别是来自浙江越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谢丽丽和来自乐清市越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周妙丽。在此把掌声送给他们。《梁祝》是傅派的经典剧目，当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傅全香老师曾和范瑞娟老师一起率团到北京公演。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观看了他们演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第1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傅老师主演了祝英台，更是荣获了演员1等奖。上世纪80年代，
梁祝》《孔雀东南飞》等剧目相继被拍成了电视剧。下面，请欣赏来自嵊州、天津、宁波的优秀复派票友于小英和胡巧燕、刘巧娜，分别为大家献上《双玉蝉》和《孔雀东南飞》中的2个复派名段，有请他们。飘飘荡生生，又夸冷冷清清，清清爽爽，孤孤零零，草草不见也不应，见怪异，见怪异，见怪异，别无有
喜爱傅派的戏迷朋友们都知道，傅派啊向来以花山戏见长，善于用强烈的外部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最擅长于表现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悲剧妇女形象。比如当年由傅全香老师参与主演并被拍成电视剧的《李娃传》和《杜十娘》中的人物，其中杜十娘还曾获得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荣誉奖。下面请欣赏来自嵊州越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钱娜和上海越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裘丹丽分别演唱的《杜十娘》和《李娃传》选段，有请两位。傅全香老师除了参演《梁祝》，还曾参演《白蛇传》。取材于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的《白蛇传》，为一代代越剧观众留下了历久不衰的经典记忆。下面请欣赏由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傅派弟子、国家一级演员周燕为大家带来的《西湖山水还依旧》，有请。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馨香盈袖伴乐音中国越剧戏迷网流派坐镇副派专场的活动现场。那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今天副派专场的坐镇名家，越剧副派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上海白玉兰戏剧艺术表演奖主角奖获得者，来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陈飞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你们来到副派坐镇专场的现场，非常的感谢你们对我们越剧副派的关心和支持。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副派艺术。哎，陈飞老师啊，刚才呢我们一起回顾了副派当中的很多的传统剧目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不能够把副派所有的这些传统剧目都来演一遍。那我想问一下，副派传统剧目还有哪些啊？副派传统剧目的话，经典剧目还有很多。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不能一一展示给观众朋友们。还有杜十娘，对，还有劈山救母，李娃传、安堂认母、白蛇传等等，很多很多。太多了。那今天。刚才在传统剧目的参演当中哈，不仅有我们副派弟子当中的佼佼者，而且还有来自省内外各院团的优秀青年演员，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越剧名票。那么您是目前副派传人当中唯一一位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而且呢，您也是傅老师的得意门生。那么在您的印象当中，傅老师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老师是一个聪明、好学、博采众长的人。他向其他的众多剧种去学习。你比如说是像他的声腔，像那个评弹也有学习，像京剧陈元秋老师学习，还有像川剧周慕莲老师、杨有鹤老师都学过。因为在秦探当时开排的时候，里面的长水袖这些就是像这博采众长川剧的老师学的。对，老师呢非常的幽默。而且我觉得他还有一个是在生活当中是非常的那个优雅，注重形象的一个人。他每次出去参加活动，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都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非常非常的美。因为我那时候还很小，不知道。每次出去的话，老师在穿旗袍出去，他都会在旗袍里面穿一个衬的那个旗袍，但是他那个内衬的话，带着那个边上都是带着蕾丝花边的。现在我才知道是蕾丝花边，那个时候就知道，哎呦，老师这个衣服怎么这么漂亮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话叫鲜鲜的啊。对啊，就感觉好像外面是这么一件漂亮的衣服，里面还有一件是衬的是这么漂亮，它露出来其实是这么窄窄的一个一个边，但是非常非常的美。而且什么衣服它必定会配一个蝴蝶的饰品，因为老师非常喜欢蝴蝶，而且我们演绎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是一个美丽的蝴蝶的传说。今天这个副派专场，我也特意的配了一个蝴蝶的胸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大家看看。然后是陈老师，摄影师给我来一个特写，今天我特意配了一个蝴蝶。这不仅仅是对这个艺术对自身的一种美的追求，同时呢，也是向我们傅老师致敬。对，因为老师生前非常喜爱蝴蝶，他一生收集了很多很多的蝴蝶的那个胸针。那我觉得在对美的那种追求上，我们也要向老师学。是。如果说是这个是
让整个世界都是变成非常美好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学生也应该要把它继承过来。哎，陈飞老师啊，那么您应该是从小就跟傅老师一起学戏了，这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趣事儿吗？生活当中，老师是一个严师慈母。我记得我当时时候去向老师学戏，都是住在老师家里，吃在老师家里。老师不光是要教你舞台上的演出、演戏角色，还在生活当中就像妈妈一样的照顾你。老师是一个生活也是非常大条的这么一个人，他不会烧菜，也不会烧饭。自己吃的都是阿姨给他弄的。那么我们去学戏的时候，老师他会起个很早，早上他会起得很早，给我们做早饭吃。那我吃的这个早饭，真的是感觉心里是非常非常的温暖，帮你安排得很妥帖。对，而且这个早饭的话，是我们嵊州的特产。鸡汁做米，鸡子炸面哈，还有吗？豆腐馍子。啊，豆腐炒年糕。对，豆腐炒年糕，就是像这些，它是这种乡情乡音，老师是永远都割舍不了。永远都是那个有一种情节在。是。所以给我烧的早饭也是那个是我们嵊州的小吃，名小吃。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这就是妈妈的味道。对，哎，陈老师啊，我还了解到，那您确实是从小就一直跟随咱们傅全香老师在学习哈。那么，虽然您呢也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荣誉，但其实这荣誉的背后有很多很多的艰难。那么我想问的是，很多的困难去克服，是不是也是继承了老师这样一种不怕困难、不怕苦的这样一种精神呢？我老师呢有一句名言：“坎坷前面是美景。”他也教导我们，困难来到你的面前，有挫折、有坎坷，你不要把它当成是铜墙铁壁。如果说这个铜墙铁壁，你没有一个穿墙而过的能力的话，你就不要把它当成是一道屏障。非常难以逾越的，你就把它当成是一条门槛。你跨过去了，你就过去了。对，这个困难就迎刃而解了。是。而且在平时的那个教学当中，也处处体现。老师是一个非常执着，对艺术是非常敬业、严苛的人。很严厉。生活中是慈母，但是在教学当中的话，老师非常的严厉。我也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情，在向他学戏，《赖婚记》里面，因为孙姑梅这个人物，她是一个闺门旦，从来不出去，从来不下楼，就是躲在那个绣楼里面的。那么他说是。这个闺门旦的话，你做的话一定要有闺门旦青衣的那个做的那个姿势，你不能就说是整个臀部就啪这样子，整个是这样做下去，他这样就是不好看了。他说你唱花旦的这个人物，你胸要挺，腰要直，对，然后是做的话，这个腿是虚的，就是这边的那个臀部稍微。在椅子上靠了一点点，整个的话这边都是空的，而且是要放在这个姿势。然后我做的时间久了以后，我很累，就啪都倒下去了。老师他说不行，你每天给我练半个小时，就让我这样做的。而且你不光是他是要让我这样下去的时候，这个做好，然后是不动，这样半个小时。不相信的话，在座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去试一下。回家试一下啊，这样做下去能不能做半个小时？哎呀，确实啊，一起跟随傅全香老师，可以说傅全香老师也是看着陈飞老师从小成长起来的。对。所以老师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事例，这样真的是不胜枚举。对对，可以说陈飞老师和傅全香老师两个人呢，
是情同父女，情同母女哈，情同母女。对，情同母。其实为什么说父女？其实也对啊，师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对不对？来点掌声好不好？哎，咱们接着上面的话茬哈。说起母女啊，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傅全香老师的女儿刘丹女士，我们一起来听听女儿口中的母亲，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来，掌声有请刘丹老师。来，有请刘丹老师。再次掌声欢迎刘丹老师，好不好？真的非常不容易，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刘丹老师。刘丹老师，我想问一下哈，作为傅全香老师的女儿，那么您平时在生活当中觉得自己的妈妈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的妈妈呢，她是一个性格开朗，而且心灵很鲜活的人。她呢喜欢那个各种新生事物。她呢能把自己的生活啊过得有滋有味。50多岁的时候呢，她开始就是学画画，然后60岁呢又开始那个写书，到了70岁呢，她又学习了那个外语。哦呦，这个爱好真够丰富的，傅老师。哎，那刘老师，刚才您说的好像傅老师喜欢画画哈。是的，他呢是怎么呢？在80年代的时候呢，得了一场大病。就是开了一个大刀嘛，整个这个手臂啊都不能动。对。所以他呢当时是非常着急，他就在想，我这么一个演员，难道就被一场大病剥夺了演出的生涯呢？不服输。不服输。然后呢，他就每天锻炼。后来听别人说，朋友说他说那个学画画呢，能够锻炼那个手臂臂力啊，那他就开始学习画画了。一天画下来啊，整个就是汗流浃背但是呢，他还是不断的坚持，坚持。这样。还有他平时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喜欢看书。我们家呢，古今中外的书啊，他是等于是博览群书，拿了一个放大镜，天天啊，只要有空呢有空就会看。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妈妈，你是唱越剧的，看那么多翻译小说干嘛？他说你不知道，一个演员啊，一定要丰富自己的思维，要集思广益。他说我呢是从这个书啊，从这个人物里面呢，对我的舞台上面呢都是有帮助的。那所以呢，我就觉得我的妈妈的生命的冲动和生命的热情呢，都是为越剧艺术创作而存在的。是的，掌声送给傅老师。那么在您身边的这一位呢，是你妈妈的弟子陈飞老师。那么你们两个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对，因为陈飞老师从小就是跟随我们傅老师一起学戏嘛。那么刘丹老师啊，我想问一下，那么您的印象当中，陈飞老师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您妈妈又是怎么去评价陈飞老师的呢？陈飞呢，他每次到我们家来学戏呢，都是住在我们家的，和我妈妈呢是睡在一张床上的，我呢是睡小床，他们两个人睡大床，我们也是姐妹相生的。是的，我们就是姐妹。我妈妈喜欢他呢，就觉得这个孩子啊，朴实善良，而且非常吃得起苦。教给他的东西啊，他会反复的琢磨，反复的练习，有一种拼命三郎的这种性格。我妈妈呢就跟我说，哎呀，从陈飞的身上可以看到我年纪轻的影子。年轻时候的自己，所以说呢，非常用心的去培育陈飞老师。很喜欢他。对，很喜欢他。那我们都知道啊，傅全香老师呢是越剧10姐妹当中以94岁高龄最后一位离世的老艺术家。
他在临终住院期间呢，作为弟子，陈飞老师是经常到医院去看望傅全湘老师。那么陈飞老师，我想问一下的就是，在傅老师生前有什么样的叮嘱的话告诉过您？老师住院的期间呢，因为我刚好是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导演，然后每天下课以后，因为戏剧学院跟那个华东医院就是在隔壁，然后每天下课完了以后，我会赶到医院去陪伴一下老师。那么老师肯定会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你最近在排一些什么戏？那我就告诉老师我在排什么。那么老师他也很遗憾，他就说，哎呀，如果老师身体健康的时候的话，你的一系列的一些戏我都可以帮你一起来参与辅导，来帮你那个做策划。但是现在老师在病床上，他说我可能教不了你这么多，但是老师的心永远是支持你。我也希望你能够就是带起学生，把我们复派艺术能够传承发扬下去。老师的一番谆谆的嘱咐，确实啊，我们傅全湘老师是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给了越剧，也倾注给了我们所有的傅派弟子们。不仅给陈飞老师留下了语重心长的嘱咐，更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也给我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陈飞老师，傅老师给你留了一份礼物，你猜猜是什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丹老师为陈飞老师送上一份傅老师的礼物。这是傅老师画的一幅红梅，梅花香自苦寒来。陈飞老师啊，傅老师非常喜欢梅花，这高洁寒梅其实也是傅老师对自身的一种艺术追求的这样一种隐喻。那么收到这幅礼物，此时此刻，您有什么话想对含笑九泉的老师说呢？其实今天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有很多的话要想对老师说。老师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我觉得老师永不服输的一个精神，永远是活在我们的心里。老师的形象也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也一定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带好我的学生，让我们傅派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我也会做好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桥梁作用，把老师教给我的剧目，所有的结合我自身几十年的那个舞台积累，和我们绍兴小百花演剧风格的些戏，都交给我的学生们。因为老师收我为学生的时候，他的几句话非常朴实，但是影响和感动了我，感动了我一辈子。他说：“我愿意带这个孩子。”那我想老师在我声音条件不是很理想的时候，老师愿意说
带我这个学生，我觉得老师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也一定会努力的传承好复派，发扬我们复派艺术。也希望我们在座的观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所有关心我们复派艺术的朋友们，对我们复派艺术多多的关心和支持。在这里谢谢你们。现在我提议，我们陈飞老师和刘丹老师姐妹俩来个紧紧的拥抱，好不好？谢谢。掌声送给刘丹老师，送给陈飞老师，更要送给傅全香老师。谢谢刘丹老师的到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刘丹老师到台下入座休息，观看演出。谢谢刘丹老师，再次掌声感谢。非常感动的这一时刻，让我们陈飞老师啊是热泪盈眶。确实要传承发扬好这个复派艺术啊，真的是非常不简单。粤剧呢是来源于民间，传承于经典，创新于传统。就像我们陈飞老师一样的复派弟子们，在艺术的创新之路上正在不断的开拓。那陈老师，我想请问一下，那么这些年来，咱们复派在舞台表演艺术方面有哪些创新的这样一些举措呢？说起创新，我想首先是我老师把我们粤剧当中这么好的一个流派复派创造出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创新。是。然后我们复派弟子也在不断的努力。那么我们现在在复派的那个流派的那个旋律、流派的那个音乐上也有创新。我接下来就会唱到，是我们陈国良老师的一个写的一个新创的一个剧目，这也丰富了我们流派的一个音乐形式。是。那么还有呢是创作了一大批的根据外国名著改编的你比如说是根据小仲马小说改编的《茶花女》，还有我们英国的那个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改编的《马龙将军》等等，都在做一个尝试。那我想这是丰富了我们粤剧复派在舞台上的一个艺术表现形式。表演的一个形式跟表演的一个内容，是就是扩展了我们粤剧的那个戏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创新之举。那么包括就是我的原来在用的长水袖，这也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我们加以发挥，加以创造，也是希望能够在舞台上每一个人物为每一个人物而服务和运用。好，那么朋友们，我们跟陈飞老师一起说了那么多哈，接下来大家想不想听陈飞老师唱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欣赏一下由陈飞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宇宙风》选段，舞台交给陈飞老师。不必天。
不胜想，为什么金沙浑身苦难当？为什么指鹿为马反称颂？为什么不去杀小女红裳？为官不把真心讲，百姓何此还冤枉？为官不把是非平事何真恶把孙杨？难道这一阵阵生于那几切当朝胡乱朝纲？何把颠倒这与浮光？只差是天爷他的谣言神鬼脾气滚烫，他去江山一朝旁。感谢陈飞老师的精彩演唱。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傅全香老师的入室弟子，来自浙江越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陈毅老师。他为我们带来的是根据外国名著改编的《茶花女》选段《诀别》，搭档演出的是浙江越剧团优秀新生代男小生傅文轩。有请两位。玛格丽特，阿芒他来了，他夸你来了。玛格丽特。原谅我。阿芒匆匆一怒为红颜。他不给上情，花尽银翠，不给深情，娘亲在。可情在中，你爱着
不要离开我，我们永远永远的在一起。这是一生一世的爱，一生一世一世的爱。玛格丽特，不要离开我，玛格丽特。那时候的副派的唱腔常常采用较大幅度的音程跳动，唱腔中的高音呢，已经突破了越剧常用的高音范围。在人物感情特定需要的时候，唱腔在高音区还会延长时值，形成震撼人心的高腔，从而把唱腔推向戏剧性的高潮。下面请欣赏由傅全香老师的入室弟子，来自宁波小百花越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陈珠带来的越剧《琼浆玉露》选段《林中青青换兄台》，掌声有请。为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根据莎士比亚原著《麦克白》创编的《马龙将军》选段《姜氏惊魂》，表演者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谢晓和陈飞老师的入室弟子，杭州越剧院的温珊珊。有请两位。 早起。
粤剧是诗画江南一道亮丽柔美的人文风景线，是嵊州、浙江乃至中国的一张文化金名片。作为粤剧的娘家，嵊州，尤其是嵊州人，对于粤剧的传承与发展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有这样一位嵊州人，他在上世纪60年代就进入了当时的嵊县粤剧团，担任演奏员、作曲，还曾担任团长。后来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等高等院校深造，结合艺术实践，先后为各大院团和省市电视台创编了100余部优秀戏曲音乐和电视剧音乐，成为享誉粤剧音乐界的辛勤耕耘者。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一级作曲陈国良老师。来，陈老师，陈老师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观众朋友们好。陈老师，主持人好。你好。陈老师呢是作曲，可我还曾听说您也拜了傅全香老师为师。哎，您是作曲，怎么会想到去拜傅老师为师的呢？这个事情讲起来有点历史了。因为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在进团的时候，我1960年进团的。进团的时候有一个我们剧团的一个老师，叫于乐老师，他是作曲的。他曾经对我说过，他说粤剧唱腔里面，粤剧的流派里面，傅全香的唱腔最好听。然后我在后来的慢慢的琢磨中间，我就感到，对，所以我呢很喜欢。那么后来在团里，我就推荐了，有基本条件符合的，我就推荐他们唱副派。比如像陈兰，陈兰原来是唱京派的，后来我就鼓励他学副派，后来唱得非常好。后来到那个上海去得了一个白玉兰奖。还有一个是大家也比较熟悉的那个何英，何英也是嵊州粤剧团的。然后他开始是唱王派的，然后我也鼓励他唱副派，后来唱的副派唱的不一般。这是您跟傅全香老师之间的一种渊源对，一种缘分。那么到87年，87年我在嵊州粤剧团负责全面工作，那么那个时候我就聘请傅全香老师为嵊州粤剧团的艺术指导。然后聘请当我们的团里指导以后，傅老师就与我们风雨同舟。我们演到哪里，我们把傅老师请到哪里。对，这是还有这一个事情。后来呢，我们团里排了一个这个大义夫人，是陈兰演的。傅老师全心全意的投入我们的一起创作。然后呢，他不但是在舞台上，然后在唱腔方面，他很支持，亲自设计唱腔。后来呢，陈兰就得了一个白玉兰奖。后来到99年吧，傅老师要拍一个电视剧，叫做《李清照》，就是人比王华寿。傅老师打了电话过来，他说：“国良，你这段时间有没有空？你有空的话，跟我一起来搞唱腔设计。”当时我就说了，我说傅老师啊，你嘴巴里唱出来都是副派，我说我怎么写啊？后来他是说你把这个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然后我就跟傅老师2个人，我在傅老师家里住了2个月，吃住在他家里，就为了一个戏2个月，光是唱腔设计就搞了2个月。所以说您和傅老师之间的故事有很多很多。到2001年，我就正式拜傅老师为师了，因为我想研究副派音乐，像以后创作的副派音乐上，就是更加那个了解。然后呢，我也拜傅老师为师，然后前后考察期是14年。考察期14年。那说来说去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副派艺术的发展，我们粤剧艺术的发扬传承，都是为了这个。
那么您觉得复派艺术对于粤剧的这个发展是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贡献呢？这个事情啊，我就用3句话来讲。第一句话呢，就是我们那个粤剧界比较有名的一个作曲老师、音乐老师，他说过的，他就是傅全香的唱腔。傅全香是戏曲中的，特别是粤剧中的花腔女高音。那么花腔女高音，它就代表着这个有一定的含量，技术含量。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它的条件，基本条件升得非常非常好。它的嗓音很有金属性，它的音区很宽广，然后它演唱的技巧也很高。那么就是这个是一句话，证明傅老师当初条件非常好。这是一句话。第二句话呢，我引用就是袁锡芬老师的话。那么袁锡芬对傅老师的这个评价也是一句话，他说傅全香为粤剧的旦角开创了一条新的途径。那么这句话分量很重，为什么？因为我们粤剧呢原来都是用大本上唱的，没有什么技巧的。是。那么从傅老师开始，他向那个美声唱法学习。那么这个美声唱法一学习的话，他这个演唱的飞扬的程度达到了一个高峰，越来越好听，越来越好听。还有一个呢，就是侯振豪老师，他是小提琴也最出的创作者，就是今天晚上放的那个。他说，傅全香老师最大的功劳就是他的音乐，他的唱腔非常有音乐性，就是音乐性很强。那么这个傅老师的唱腔，我要在这里说一句，傅老师的唱腔每一句都是他自己唱出来的，所以我呢那个时候也是非常这个想了解到底是怎么样唱出来的。我也问傅老师，我也问那个当时的这种上海豫剧的乐队，我说到底是不是傅老师自己唱，还是人家帮他唱？他说自己都是自己唱的。那么这个问题，我在帮傅老师就是写那个李清照的时候见证了，的确是傅老师自己写的。是啊，那么我认为呢，就是傅老师这个复派艺术发展到现在啊，就是不是他个人的成就，也不是我们粤剧界的成就，是整个中国的成就。是这。我为什么这么说？还有一个这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江姐里面的很多唱腔，都是吸收了复派的唱腔，有好多。那么证明就是我们这个复派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成为了整个戏剧界的这样一种可以值得借鉴的东西。对，它是对中国的财富了。对，变成中国的财富了。好，感谢陈国良老师，也感谢光临今晚复派专场的所有演员和观众朋友们。闻香识丽人，粤女传佳音。复派艺术的传承发展需要年轻一辈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当年的英台已经远去，但她的音容笑貌却变得更加清晰，她的精神品质得到了继承和弘扬。乐音袅袅处，但闻馨香盈袖，只见彩蝶纷飞。
蝶双双就徘徊，仙不传声声爱，山多永连珠映彩。皇公主正三载，不惜比肩两无才，十八相送情切切，谁知一别在楼楼台一别恨如海，泪染双翅深花开裂，翩翩花丛来，历经磨难真情在，天长地久不分好，现在大家在台前看到的呢是前来参加我们第4届全国戏迷大会的113位我们的戏迷当中的代表。那么他们今天也都穿了我们《梁祝》的戏服，前来参加《梁祝嘉年华》，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戏迷朋友们。又徘徊。部粉画眉唱英台，全开金嗓集众彩。香远益清伴月音，行云流水观花海。观众朋友们，坐拥一方粤剧故土，镇守一个传承梦想。馨香盈袖伴月音，中国粤剧戏迷网流派坐镇副派专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粤剧诞生113周年之际，流派坐镇就是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粤剧的弘扬与振兴作证。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看，下一个专场我们不见不散。谁知一别在楼台。好，请领导上台和演职人员一起合影留念，请。